那在这个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过世的父亲今天没有他的栽培，我今天没有这样的成就；今天没有他的遗产也不可能造就星宇航空今天有办法成立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澳门。那怎么会想要搭乘这个首航班机？因为就喜欢 K 的，对，我们是 K 魂。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个人来讲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因为自从2年8个月前，我决定要成立星宇航空，到现在，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在很多人的这个不看好之下，我们一一做到别人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那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在这个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过世的父亲今天没有他的栽培，我今天没有这样的成就；今天没有他的遗产也不可能造就星宇航空今天有办法成立这个我实话实讲，我这个人绝对不会隐藏。很多人在网络上说，你还不是靠你老爸的遗产？我跟各位讲，没有错，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可是我善用它，回馈给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我坦然以对，我没有拿去自己去游玩，自己去干嘛？我帮忙把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民航可以继续让它发扬光大，让国人出国可以更安全，然后品质可以更好